好，来继续来看法务部调查局进前爆发到精彩笔录来外泄，甲这个毒品调包的案件，方质疑讲这个螺丝冷去了。早起法务部长甲调查局的局长到立法院报告，讲已经来处分掉相关的人员，嘛要求未来做笔录的时阵，袂当搁来背手机啊。而且嘛已经利用到区块链的技术来保存甲记录到证物甲查拉物，但是立委讲。毋是搬出着区块链这3字，都是万无一失。应该就要检讨着各种软硬体建制，才会当解决着根本的问题。进前法务部调查局爆出侦查笔录流出去和毒品调包案，透早法务部长蔡清祥和调查局长李文忠到立法院司法和法制委员专案报告，嘛向社会大众回息嘞。代表调查局跟社会大众致歉，已经把相关的案件移送给高雄地检署的检察官来侦办。针对笔录流出去的事件，身为调查官背手机无发现，嘛有法务部长要公出检讨计划，要求办案人员制作笔录时，非有急迫情形不得使用手机。针对进前6公斤半的毒品赃物，确定是家己人偷的，法务部强调已经开始用区块链技术来保存和记录证物和赃物。不过，立委呛讲应该从根本来检讨软硬体建制。它这里面有很多，它包括你今天去监视用的储存装置，那个要先完成监视性的抹除作业，要有监视专用的软硬体，这通通要建立啊。不是你讲3个字区块链结束，这差太远啦。不过，这少年帅出包案，怎让民众重新增加对调查局的信心？就要看这检讨报告是不是真正拢做会到。